3個關鍵字幫助你運用吸引力法則，一齊睇睇。第一個，堅定嘅信念，記住你嘅目標，用堅定嘅眼神、堅定嘅立場去執行每一個堅定嘅計劃。自信，相信自己嘅力量，相信自己嘅行動，相信自己嘅創造力。第三個，成功，記住你就係成功嘅典範。你由你嘅行動、想法同埋每一句對白，都係釋放住我成功嘅呢一個力量。基本上今日3張牌都係帶住呢一種王者嘅風範。吸引力法則其中一個秘密就係相信自己就是王者。Follow 我，你可以聽多啲貓咪塔羅嘅信息，亦都可以知道點樣成為一個運用吸引力法則好好嘅人。